夏日玩水大作戰，大雄假期帶你獨家體驗超長威尼斯泳道無限任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雄假期導遊輝仔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擁有超長泳道，並且貫穿成個別墅度假村嘅酒店——陽春 DS 溫泉酒店。我哋保證入住酒店獨棟別墅泡池客房，報名指定團仲有機會升級入住1樓近800尺1房1廳親水溫泉套房。跟住就係我哋嘅重頭戲，豐富嘅水上活動啦 ，Let's go！沿住酒店泳道就可以到達主泳池啦。喺呢度嘅活動同樣都豐富㗎。我哋有全港獨家水上衝關大挑戰，仲有機會贏迷你雪櫃返屋企，仲有泳道足球賽、解鎖世界盃新玩法，同埋重本安排橡皮艇接力賽俾大家。到咗夜晚，我哋嘅活動同樣精彩。我哋重本安排咗水上天空電影劇場，你一定要體驗一下啦！仲有戶外卡拉 OK， 包你夜晚活動多姿多彩。玩得盡興，食嘅方面一樣幫你安排得妥妥當當。首先品嚐養生嘅春沙人宴。春沙人土豬龍骨湯，春沙人產自廣東陽春，特別適合脾胃虛寒、濕氣重、容易胃脹、冇胃口嘅人飲用。特別土豬龍骨熬煮，口感清甜。春沙人蒸本地糖質，口感鮮甜，肉質緊實彈牙，荷磨泥腥味。春沙人蒸土豬肉，用最簡單嘅蒸法，保留食材嘅原汁原味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有白切雞1隻、脆皮燒肉、清蒸鯇魚、海皇粉絲煲等等。我哋仲會品嘗到香港著名影星家影姐同款菜單：姜母碌鵝、肉嫩刀汁，越食越滋味；金牌脆皮雞，皮薄酥脆，雞肉鮮嫩刀汁；陽江蠔仔烙，大隻嘅陽江蠔仔，超級滿足；杏仁脆皮棋子，口感極豐富；番茄夾蛋，酸甜開胃又清新；海膽飯，鮮味十足，眾多好味菜式等你嚟嘗試。咁正嘅行程，你點可以錯過啊？快啲帶埋屋企人一齊過嚟玩水避暑啦！